呢段影片教你如何喺睿捷雲上用 OpenVPN 設置用戶接入企業 VPN。OpenVPN 係一個開源嘅 VPN， 具備高安全性、優秀嘅性能、跨平台兼容性、易於配置同管理、兼容性良好。佢廣泛應用喺遠程工作、網絡安全、物聯網、企業網絡管理同其他場景。基於 OpenVPN 嘅客戶端到站點 VPN 通常用嚟俾員工同客戶通過互聯網進入總部內聯網，傳輸數據到總部內聯網，喺出差期間連接內部伺服器。為咗保障數據傳輸安全，可以喺客戶端同總部網關之間建立 VPN 隧道。以下圖示展示咗一個典型嘅客戶端到站點 VPN 拓撲結構，例如總部網關通過其 IP 地址 172.26.6.190 嘅廣域網絡端口同客戶端建立 VPN 連接。當用戶喺客戶端輸入用戶名同密碼並成功認證後，用戶可以通過 VPN 隧道訪問總部伺服器。去睿捷雲官網，輸入用戶名密碼，再按登錄。喺主頁上點擊總部網關嘅目標項目，然後選擇副配置網關 VPN 嘅配置，點擊 VPN 選項，點擊添加策略以進入新增 VPN 策略頁面。喺顯示嘅頁面上開啟啟用，喺名稱欄位輸入 VPN 策略嘅名稱，或者你可以使用根據所選場景和 VPN 模式自動生成嘅默認名稱。設置用途為用戶接入企業 VPN， 將配置方式設置為實際嘅 VPN 協議。喺呢個情況下，選擇 OpenVPN。喺出口 IP 欄位輸入總部網關嘅廣域網絡端口 IP 地址或域名。客戶端將使用呢個 IP 地址或域名連接到伺服器。設置服務器模式，可以係帳號密碼、證書或帳戶及證書模式。設置協議模式，可以係 UDP 或 TCP。喺 IP 地址詞欄位中，指定伺服器分配俾客戶端嘅 IP 地址範圍。IP 地址範圍唔應該同本地隧道 IP 地址重疊。喺服務器網段欄位中，指定 VPN 連接成功建立後，客戶端可以訪問嘅伺服器網段。根據需要開啟 VPN 隧道嘅流量控制，設置總上行帶寬同下行帶寬，設置每用戶最大上行帶寬同下行帶寬。根據需要開啟所有流量走 VPN。啟用此功能後，客戶端嘅所有流量將通過 VPN 隧道。點擊高級配置設置高級參數，或者你可以使用默認設置。點擊添加，點擊 VPN 帳號選項，點擊添加 VPN 帳號。喺用戶名同密碼欄位輸入用戶名同密碼，例如設置用戶名為 user1， 密碼為 admin123。點擊確認。首先，下載 OpenVPN 配置文件。喺網關成功配置 VPN 後，點擊操作欄中嘅查看圖標，點擊下載，然後打開瀏覽器並粘貼連結以下載配置文件。跟住，我哋將以 Windows 10客戶端為例，展示如何喺客戶端配置 VPN。如果你使用其他客戶端，請下載相應版本嘅 OpenVPN 應用程序，並參考官方配置指南進行操作。下載並安裝 OpenVPN 應用程序。喺客戶端右下角點擊 OpenVPN 應用程序，選擇導入以導入配置文件。
如果顯示文件導入成功，則客戶端同總部網關之間已建立 VPN 連接。點擊 Open VPN 並選擇連接。如果你使用賬戶驗證模式，請輸入 Open VPN 用戶名同密碼。喺呢個事例中，輸入用戶名 user1 同密碼 admin123。當 Open VPN Connect 頁面顯示已連接時， VPN 連接已成功建立。返回睿捷雲嘅配置頁面，點擊 VPN 在線用戶選項以查看 VPN 在線用戶。如果顯示 user1，則客戶端與總部網關之間嘅 VPN 連接已成功建立。若想深入了解，歡迎喺影片下留言或發郵件俾我哋。下次再見。